台南的仁德运动公园在沙坡内底发现生生的铁片，民众嘛念讲，这游乐设施搭铁厝出日头的时，铁厝会变甲烧烫烫。另外，伫咧屏东嘛有囡仔伫咧万丹公园耍沙的时，脚去擦到物件，大康细里爱剃几粒针。家长选日初五，平常时人较少的时阵，带囡仔来耍。顶礼拜六启用的台南仁德公园，煞发现公园刚才开放2天就封起来。新开幕想要来玩啊！后来有玩到吗？没有玩到，因为封锁线不能进去玩。原来公园的沙堆好亲像出现铁片、针尖的物件，原来有侵蚀无规则的物件，烦恼囡仔受伤，公所才紧急把公园封起来。会不会说比较担心还是怎么样？当然会啊，因为沙子其实看不太到它里面到底有什么。沙堆好亲像有针尖的物件，引起家长的紧张。也有民众即期一寡铁佗米拢用铁片搭建，囡仔若是坐小客，恐惊受伤，高温一拍也有可能烫到。那个确定不是刀片。那至于那黑黑的那个东西，我们想应该是那些石头比较属于沥青的石块的部分丢进来的。那有一些好像是铁屑的部分，那我想那个应该是他们怪手履带。户外的温度有时候有可能会高达37、38度哈，那这些不管是水泥地啊，或者是我们的铁材的部分，其实是会吸热的。阳光如果说真的很强的情况之下呢，也不要进来使用。公所是讲，民众发现的物件不是刀啊，无伤人的疑虑，不过也是决定把这个算公分悬的沙堆全部变的检查，确认无问题了后，再去囤倒转去。屏东原来有类似情形，进前有家长伫面册社群写文章讲，带11岁囡仔去万丹公园沙堆耍，刷踏到尖尖的物件，恰卡囡仔脚趾头啊吐着伤，爱搁清甲填伤口，互家长生气搁唔甘。在里面玩沙子沙子里面可能有潜在的危险的东西啦，被割到了。家长委托民代发言，望政府重视囡仔游乐安全。县政府承诺会注重安全，并针对设施改善。沙堆的部分后续原来会请厂商定期翻图维持清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